來鄉親啊，繼續來看中華職棒閣拍破着一項的紀錄。富邦悍將的老將王勝偉昨暝甲樂天桃園隊的比賽上場來代打，結果講出着全壘打，改寫着上濟會代打講出着全壘打的紀錄，嘛來改寫進前統一獅隊高國慶的紀錄。哦，哎呦，這一棒看着球啊！哎呦，再見了！他沒有騙我，代打全壘打。頭一球就攻出去，富邦悍將老將王勝偉面對樂天的投手陳冠宇，攻出本季頭一發的全壘打，嘛拍斷陳冠宇跨過連續14.2局無失分的紀錄。因為我知道冠宇狀況很好嘛，我沒有特別的去選球，因為我知道他的準度非常好，所以有很多球是可以很積極去攻擊。新任球隊中上資深的學長，這幾年來上場的機會並無多，不過王勝偉唔認輸，伊講看的是成績，唔是年歲。42歲，過21天超過高國慶、吳金龍、林志勝甲潘武雄，成為中華職棒史上上濟會代打攻出全壘打紀錄的保持人。你已經42了。不用這個，不用特別寫，你只要寫資深球員。他原本是誰啊？國慶。41歲。41。哇，國慶學長，不好意思呢，可能還會有機會再推高。哇，沒有。笑笑的講，未來還會繼續攻出全壘打，創造新紀錄。自我要求真懸的王勝偉，嘛會繼續做好準備，把握機會。油箱還很滿。油箱啊，很滿。上次打，然後休了很多天，很滿。王勝偉對未來充滿信心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